又係001日本試食好介紹嗱，呢個炒麵正到吉啦腳，即刻炒俾你睇下。咁打開淥咗個麵底先，大概3分鐘度。記住，所有炒麵咧都要過冷嘅，最好咧就用呢一個叫酸性嘅水，即係還咗個酸。咁我哋呢麵更加爽嘅。咁冇喎，咁清水都得。大家睇下，唔使落油㗎，用翻咧呢啲豬肉啊，最肥呢位咧開個豬油，正到不得了。見唔見到啊？靚嘅豬咧，講我都知啦，唔會有啲奶白色嘅，然後嗰啲蛋白質嘅，然後純天然喺呢啲就係即刻煮好啦。嗱，今日咧冇椰菜，用咗咧生菜 ，OK， 咁同大家試食下啦。日本炒麵咧係濕濕地嘅，咁我唔係落晒成包粉啊，所以個色就冇咁上，但係試下啲味先啊 ，OK。我食過好多日本炒麵㗎，呢個炒麵咧個評級係低鹽，所以咧比平時食嗰啲冇咁鹹啊。呢個咧可以接受。如果再想鹹啲咧，我覺得建議咧可以加埋啲蠔油落去仲正。OK， 咁呢個我覺得又健康，可以食到日本嘅炒麵。佢啱啱新出㗎，啱啱新出。我睇訂名到訂到再同大家見。OK， 試埋啲豬肉先啦，無添加豬肉正到 black jack。OK。乜都冇啦，呢個可以。如果平時覺得咧日本啲炒麵咧好鹹咧，呢個要試，好冇？